大家好，我係陳嘉賢老師。接下來我為大家介紹初中數學課程。中學將會係同學們探索數學奧秘、提升邏輯思維能力嘅新起點。初中數學課程內容涵蓋代數、幾何同埋人工智能基礎概念，相信能夠為同學們未來嘅學術之路奠定堅實嘅基礎。首先，相比於小學數學，初中數學嘅學習內容更加豐富，難度亦都顯著提升。與小學不同之處，主要體現喺以下幾個方面。對於知識嘅深度同廣度，初中數學嘅知識體系更加完整，涵蓋嘅範圍更廣闊。例如引入咗代數同埋幾何兩個分支，需要同學們掌握更多嘅概念、定理同埋公式。喺抽象思維同埋邏輯推理方面，初中數學更加強調抽象思維同埋邏輯推理能力嘅培養，需要同學們能夠運用數學語言同埋符號進行思考同埋表達。另外，需要同學們具備更強嘅自主學習能力。初中數學嘅學習節奏更快，課堂內容會更多，所以必須認真做好課前預習同埋課後複習。配合老師設計嘅翻轉課堂預習，可以幫助同學們提前了解課程內容，帶住問題聽課，提高學習效率。課後嘅自主練習亦都同樣重要，老師會提供延伸練習等等嘅學習資源，鼓勵同學們自主學習同埋探索。另一方面，小學作業可能以大量嘅重複性練習為主，而初中數學以實行多年無作業形式，培養同學們自主學習能力，讓佢哋有更加多嘅時間去發展自己嘅興趣，投入更多嘅研究項目，提升學習效率同埋身心健康。當然，正如以前小學都有唔少嘅數學小測，到中學，老師都會以小測嘅形式，等同學可以知道自己對於學習內容嘅掌握程度，同時老師亦可以準確地了解返學生嘅學習情況，進行個別跟進。對於有需要嘅同學，學校亦會提供數學補習班同埋數學特補班，為同學打返好基礎。仲有，初中數學開始普及人工智能課程將數學同 AI 相結合，讓同學們從 AI 應用當中學習數學，同時了解 AI 嘅基本原理同素養，並學習如何運用程式設計去解決實際問題，培養未來人才。因此，為幫助同學們更好地跟上初中數學嘅節奏，我哋提供以下建議。首先，上堂前要做好預習，課後要做好複習，提前理解每個知識點，帶住問題聽課，提升學習效率。然後通過練習同測驗，定期自我評估，檢視自己嘅學習情況，進行針對性嘅練習。上堂嘅時候積極參與課堂討論，同老師、同學互相交流，碰撞思維火花，加深對知識嘅理解。另外，亦都十分建議同學們做多啲 Python 編程嘅練習。Python 係一門易學易用嘅程式語言，亦都係 AI 領域最常用嘅程式語言之一。依家網上已經有好多好豐富嘅 Python 學習資源，可以根據自己嘅程度同需求選擇合適嘅課程。初中數學課程分為人工智能班同埋數學進階班。人工智能班同數學進階班嘅上課時間基本相同嘅。接下來我哋先講解人工智能班嘅課程內容。代數係數學中最具抽象性同埋概括性嘅分支之一。佢以符號化嘅語言，例如字母同數字嚟表示數學關係同埋規律。喺小學階段，相信同學們已經接觸過一啲簡單嘅代數式，例如 ax 加 by 等於 c 等。喺初中，我哋將更加深入地去探討代數嘅精髓，例如學習解方程式、不等式以及函數等核心嘅概念，培養同學們嘅抽象思維同埋邏輯推理能力。幾何係研究空間同埋圖形性質嘅學科，從小學開始，同學們就已經認識咗各種基本圖形，例如三角形、矩形同埋圓形等等，並學習咗如何去計算佢哋嘅周長同面積。喺初中，我哋將會喺已學知識嘅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圖形嘅性質、變換、全等同相似等等，以及空間幾何等更加複雜嘅概念，提升同學們嘅空間想像力同埋邏輯證明能力。隨住科技嘅飛速發展，人工智能已經成為現代社會嘅核心驅動力。
AI 運用大量嘅數據進行學習同預測，從而幫助我哋解決唔同領域嘅問題，影響住各行各業嘅未來發展，改變緊我哋嘅生活方式。而數學正係人工智能嘅基石。我校為咗加強同學們對 AI 嘅認知，從2019學年開始，初中數學正式開展 AI 普及課程，結合商湯教育、培育人工智能創新中心、騰訊人工智能教育等優質嘅 AI 教學平台，以及老師們精心設計嘅校本自編教材。課程包括理論部分同埋實踐部分，旨在激發同學們喺 AI 方面嘅興趣，讓佢哋了解 AI 嘅基本原理同埋素養，並學習如何運用 Python 程式語言，結合數學嘅方法，動手解決實際問題。數學 AI 課程將拓展同學們嘅視野，提升科技素養，讓同學們更好地適應未來社會嘅發展，提升社會競爭力。而對於學有餘力，對數學有濃厚嘅興趣，並希望喺數學方面有更深入發展嘅同學，我哋開設咗數學進階班。數學進階班會喺代數同幾何兩大核心課程嘅基礎上，教授更具挑戰性嘅教學內容，並會根據同學們掌握嘅程度而適當加快教學進度，重點培養數學思維同埋解題能力。同時，數學進階班亦會銜接課後奧數課程，以出外比賽為目標，以賽代練嘅形式提升同學們嘅數學素養同埋綜合能力，擴闊同學嘅視野。如果你對數學充滿熱情，願意花時間鑽研數學，擁有良好嘅學習習慣同埋自主學習能力，歡迎你加入數學進階班，同我哋一齊探索數學嘅無限可能。詳情請向任教嘅數學老師了解諮詢。除咗數學進階班同奧數課程，我哋仲開設咗多個支援數學同人工智能嘅課後興趣班，例如 AI 數學初階應用研習班、AI 興趣小組、數學建模班等等，提供俾感興趣嘅同學參與，讓同學們可以通過各種科研活動同競賽，喺開心愉快嘅小班教學環境下，鍛鍊數學思維同埋 AI 運用技巧，幫助同學拓展視野、發展所長、提高成功感、提升綜合素養。我哋嚟睇下學長學姐們如何通過課後興趣班完成自我實驗。最後，希望以上課程簡介能夠幫助到同學們更好地了解初中數學課程嘅特色，做好充分嘅準備，迎接新嘅挑戰。我哋中學見啦，拜拜。